歡迎收睇 ATV 焦點。今日嘅話題係香港傳媒之恥。上世紀60、70年代，香港人經常掛喺口邊嘅一句話係：呢個係報紙講㗎。言下之意，大抵係指報章既然咁樣報導，咁應該係可信嘅，唔需要懷疑啦。但今時今日，倘若再聽到同一句話，你嘅反應又會係點樣呢？大多數人嘅想法，相信都會係咪可以相信呢？最近同一啲立法會議員談及上星期四立會就免費電視牌照問題進行嘅動議辯論，對於一啲報章嘅刻意歪曲報導，好多議員都大搖其頭。議員盧偉國當日提出並獲立會通過嘅修訂議案，主要內容為政府一直提倡多元開放嘅社會，但喺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一事上，接近3年仍然未作出決定。故此，本會要求政府喺明年3月底前就發出額外免費電視牌照作出決定，並盡快發出牌照。呢啲議員指出，佢哋當日投贊成票嘅時候，只係促請政府就係咪發牌問題喺3月底前作出決定。咁同翌日部分傳媒所講嘅立會促明年3月底前發牌，完全係兩碼子事。曾經被亞視觀眾批評為冇信爛咗嘅《信報》同《蘋果日報》係點樣報導呢件事呢？《信報》翌日分別喺3個版面報導咗立法會涉及修訂議案嘅內容。喺 A8 版，佢話立法會琴日通過冇約束力嘅議員議案，要求政府明年3月底前發出免費電視牌照。但到咗 A16 版，相關內容變成新一屆立法會琴日更通過議案，促請政府明年3月底前交代免費電視牌照嘅審批結果。然後再喺 A28 版明確咁話，立法會亦都通過動議，要求政府喺明年3月底前就增發免費電視牌照作出決定。就同一事件作出嘅3篇報導，竟然有3個唔同嘅內容，真係唔知道信報要佢嘅讀者相信邊一個，係發出牌照、交代審批結果，定係作出決定呢？至於《蘋果日報》又係點樣報導呢？佢話立法會罕有咁喺泛民同建制派議員聯手支持下通過動議，促請當局明年3月底前發新電視牌。咁樣嘅內容根本就係罔顧事實、指鹿為馬。信報同《蘋果日報》咁樣嘅報導，當然唔會係佢哋嘅無心之失，因為至今仍然未見佢哋作出更正。倘若係蓄意誤導讀者，客觀效果就係要造成既成事實，向政府施加壓力，將自己嘅願望作為將要發生嘅事實，甚至係已經發生嘅事實強加俾社會。咁就係信報同《蘋果日報》嘅所謂真實報導。